Hello，大家好，我是红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啊！岁的主网呢，终于要上线了，你准备好了吗？小编很多人呢，因为错过了阿普特斯的空投呢，也就是 APT 的空投呢，最后呢，集体转入了穗这条天王级的区块链项目。因为这两个区块链都是来自于 Facebook 的原这个稳定币的一个团队，那后面呢分别出来创建了这个两条不同的区块链，但是两个来自同一个团队的两个分支呢它的命运呢截然不同啊，一个呢阿普特斯呢获得了币安的投资，一个呢是获得了一个 FTX 的一个投资，但是呢碎了命运这个运势呢相对的呢比较差啊，获得这个 FTX 融资之后呢却没想到遇到了一个大的债主。所以呢，最近呢一直在官方宣布呀一直强调没有空头，没有空头，没有空头呀，不错没有空头不过呢，红哥认为可能是真的没有空头，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了他虽然面对的是这个 FTX 这个大债主了，所以说目前呢比较纠结比较尴尬。那最近呢，虽然开始动用8900多万的现金的回购 FTX 早期投资的这个股份啊，当然这个可能是以这个进行了这个利润回购应该是这相当于拿着早期投资者的这个资金的去回购了 FTX 的这个股份了，所以面临如此的窘境呢，我认为主网上线发空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当然了，这个呢也不阻碍我们去体验它的测试网。如果你想获得最优最有价值的资讯的话呢，想通过空投获得第一桶金的，不妨看主页进入红哥的内部群。那在主网启动之前呢，虽然还会开启一次这个社区的销售，据说呀，目前有10万人有资格参与它的这个托克人销售，所以相比阿普透斯呢，税的热度呢，目前呢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个 FTX 这个崩盘了所以说呢所有人呢基本上不看好它的后期。当然，不管是怎么样的项目呢，不管发不发空投呢，红哥都会持续的去关注，并且会去体验。和 Aptos 相比呢，税的测试网的体验呢，基本上还是有待提升的。当然了，目前呢，我们在前期的起点呢都是开发者网络当然了，在昨天开始正式的将这个开发者网络升级到这个测试网络，这是一个永久测试那永久测试呢，也代表了主网的即将上线了。所以说当然了，所以它具体的话呢，还得看下个月的主网上线之后的表现，也就是扣2季度也可能是5月份、6月份，但是就是扣2季度会上线。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依然很期待它的上线了至此公链间又会多一个竞争对手，江湖才不会那么平静。当然目前的话呢公链呢还在不断的这个涌现所以不管未来怎么样呢，我们依然期待它的上线另外一方面的话，另一条 Layer One 的公链C 好像这个读起来有点像，但是呢，他们不是同一个团队做的，应该呢也会很快上线主网了。那红哥呢有幸参与了，并且呢官方呢近期官宣了，正在着手接下来的空投事宜以太坊的上海升级了临近了，以比特币以太坊为主的主流币都开始了上涨。当然了，还有更多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欧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全球资金开始转入亚洲，特别是香港最近的连稳定币的这个 USDC 的发行方都开始到香港了也许未来会将这个香港作为自己的一个总部，也有可能那或许下一轮游戏要从香港起航呀。那说到香港的红哥的手中呢，目前有一个类似无聊猿的一个区块链项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但是早期的无聊猿从最早的0.08个以太坊到了这个牛市的最高的时候到了200个以太坊，当然目前的话呢，熊市还有70多个以太坊涨幅是非常大的。那目前的话，这个LT 的话，目前机构预估至少有10倍的空间了。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呢，可以私信红哥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寻找下个百倍币呢，不妨进入红哥的内部群，手把手教你埋伏下个牛市的百倍机会，帮你合理的配置，避免踩坑，获得更多的一手资讯。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红哥的呢，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